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次咧嚟到青茂口岸啦，嗱，背後咧就青茂口岸，右手邊咧就珠海站嚟嘅，係啦。嚟到呢度嘅原因咧係要做一個預告片啦。嗱，我哋今次嘅預告片咧就係拍呢個猜澳灣畔嘅。嗱，好多嘅網友咧，特別係澳門街坊啊，係望咗好耐，話口岸附近有冇新嘅樓盤或者係新嘅住宅樓盤啦，唔要公寓嚇。今次佢嚟啦，呢個純住宅項目只有2棟樓嘅啫，總共只有320戶，面積段咧喺35平方到75平方嘅。而呢一個盤咧，佢只有3萬蚊嘅均嘅啫，帶精裝修嘅。啊，喺我後面嘅呢一個粵海國際咧，好耐嘅樓盤咧，20年嘅樓齡嘅，都要賣到二手價賣到2萬8到3萬蚊啦，係啦。租嘅話咧係租到2800到3000零蚊一間嘅一房一廳嘅，咁所以呢個盤咧投資嚟講都有人買，住咧都有人買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佢係澳門嘅，可以話係3/5吧個價錢可以買得到啦。呢度因為3萬蚊一方啊嘛，澳門要成10萬啊嘛。嗱，咁呢度咧就要做一個預告片啦。點解咧？佢係未開呢個首部嘅，亦都未開呢個示範單位嘅。咁後期開咗之後咧，我都會過嚟拍多一次嘅，因為總共只有320戶，的確係比較搶手嘅，比較少嘅貨量，低密度小區嚟嘅。咁嚟呢個口岸咧，只有800米嘅啫。我哋行路咧，大概係8分鐘就可以行得到呢個樓盤噶啦。嗱，咁而家廢話唔多講，攞個手機嚟，我睇一睇幾多時間，我哋實質去測下。係需要幾耐？嗱，而家係05分嚇，05分 OK。咁我哋 Let's go 行到樓盤睇下幾耐嘅時間 ，Let's go。嗱，喺呢個位置可以同大家介紹下嘅，前面咧呢個馬賽公館咧，以前都有少部分嘅住宅房，咁都搶晒㗎啦。最高嗰個咧係珠澳灣，係公寓嚟嘅，都要賣到3萬蚊一平㗎嚇。咁咧都好熱銷嘅，咁呢兩個盤咧嚟到青茂口岸咧，大概要3公里啊，步行要成20幾分鐘噶啦。咁所以呢個直線距離最近嘅咧就係呢個猜澳灣畔嘅，咁就800米住宅嚟嘅，純住宅啊。OK， 繼續行。咁我哋行到呢度咧，就到呢個項目嘅大門口啦。70年嘅純住宅嚟嘅，咁而家大家可以見到起緊啦，只有2棟樓嘅啫，1座同埋2座，11層高嘅，11層高嘅，俾大家睇下時間啦。嗱，12分即係行過嚟7分鐘到啦。我背後仲有頭先拍嘅嗰個位置咧，背後行到青茂咧，仲有100米到嘅，咁可以多1分鐘啦，即係8分鐘。8分鐘時間可以行到青茂口岸噶啦，咁樣嗱，咁佢嘅面積段咧就35平方嘅一房一廳，同埋49平方嘅2房一廳啦。49平方可以做到2房咧，係好實用噶啦。因為後面嗱呢個珠澳灣咧，嗱咁樣睇咧就好清晰啦。嗱，彭穗珠澳灣咧呢個係公寓嚟嘅，我哋買過嘅佢嘅45平方咧。開放式嚟嘅，一房一廳都冇，咁所以咁樣對比咧，呢個就好實用啦。低密度嘅小區，冇任何嘅一個公攤嘅面積，實用率係90%都有噶啦。下面呢個底箱咧就係商場嚟嘅，商鋪嚟嘅。咁佢64平方咧就可以做到3房喎。3房嘅話咧就好多澳門嘅後生仔，即係如果覺得澳門太貴嘅，咁我買澳門供一層樓咧，壓力比較大嘅，咁呢啲就啱啦。3房又離口岸近嘅，24小時嘅，但係個差別就同澳門仲有個差別嘅，就你需要過個關啊。但係咧價錢就低好多，1/3嘅價錢。75平方都係3房2廳2衛，係啦，咁咧更加靚嘅。咁所以呢個盤咧
15號咧開咗一個售樓部啦，我哋叫做售樓部。咁個示範單位咧要待訂，大概20號到吧。咁所以咧，我會更新多一期嘅。咁如果佢開咗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期待下佢嘅戶型究竟有幾實用啦。嗱，我哋而家嘅階段咧都可以先落籌去鎖單位嘅。咁2萬蚊一個籌。咁我都可以鎖定啦，因為而家未正式開盤嘅，咁我就第一時間過嚟拍啦，做一個預告片。點解咧？320套咧，100套係細單位，即刻如果有人過嚟買咧，一開盤咧即刻掃晒嘅，所以咧就一定做個預告俾大家。如果你有留意呢個盤嘅，或者想留意成個口岸附近嘅啲住宅物業嘅，今次冇就報啦，嗱一聲 WhatsApp Kelvin 發詳細資料俾你，同埋帶你過嚟睇實景。OK， 過幾日就有呢個示範單位揭曉俾大家聽，拜拜。